主后2024年3月16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毋若当七稳之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44节。使徒转来耶稣遐，将因所做所教示的，拢甲伊报告。耶稣甲因讲：安尼恁家己嘛着来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小可休困一下。因为出入日的人真多，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。因就坐船简单因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。真侪人看到因离开，认出是因，就对逐个城市顺陆路走进前，比因大先到迄所在。耶稣上岸，看到一大群人，就可怜因，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，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事。时间已经真暗，门徒活来甲伊讲：这所在真偏僻，时间嘛真晚啦，请甲因解散，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，家己买物件食。耶稣应讲：恁互因食。门徒问讲：阮着去买200个银仔的饼互因食。耶稣讲：恁有偌济饼？去看觅咧。因看了就讲：有5个，嘛有2尾鱼。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，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埔。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，有的100个，有的50个。后来，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，仰天感谢，擘开，摕互门徒去分互众人。伊阁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，大家拢食到饱。门徒捡食剩的饼油仔甲鱼屑仔满12篮。食饼的简单查某人就有5000。毋若当七稳之心。伫新约圣经内面，通看到耶稣伫几若个场合，拢满有七稳之心，包括拄着受病痛所苦的人群，目睭失明搁渴望看见的青面人，甲恳求耶稣医治的麻风病人。当七稳之心，原文也有灵敏的意思。耶稣毋单单是当七稳之心，伊也愿意停脚步，用行动来满足人的需要，互病得到医治，青面得到看见。耶稣也看见人对福音的渴望，所以愿意伫旅程中停脚步，借着教示甲分享，互众人受耶稣亲自牧养。只有灵敏却无行动，无法度改变现状；只有行动却无灵敏，也无法度触动人的心。2022年开始的俄乌战争，破坏原本的和平。世界各地有真侪看到新闻报道的人，拢动七稳之心，毋甘遐伫战争下面无辜的人民。身为基督徒的咱，除了祈祷，也听候上帝彰显伊的心意。2023年4月，台北马偕病院医疗团甲北美罗家医疗传道会做伙合作，总共找派12名医疗人员前往乌克兰当地行动医疗站进行义诊，也有开刀房示范手术甲医疗教学。马偕病院拄开始招募医疗团的成员时，
乌俄战争拄在激烈中间，医疗团若前往当地，人身安全必然受威胁。但是当病院发布征求志愿者参加的信息，竟然有70位的医护人员愿意报名参加。最后因为名额有限，敢若会当选派8名前往。医疗团到乌克兰了后，除了行动义诊，也选择3个偏乡据点，和1位教堂做义诊，总共看诊差不多有400人。另外有2个任务小组，一组派往穆卡切沃市的基地病院进行超音波的教学课程，一组是整形外科和鼻苗科的医师，伫当地做治疗咨询，搁进行无偿的外科手术示范指导，互当地医护人员学习安怎处理这类的病人。当地也派住院医生甲医学生担任义诊团的翻译。借着安尼宝贵的机会，互因会当伫临床医疗顶面有搁较深入的学习。医疗团10天的行程，毋但简单是动了七阮之心，对行程、招募、处理签证、出发对波兰进入乌克兰，到平安转来到台湾，每一步拢无容易。因用行动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带入战地，治愈受伤的病人，也互伫战争中的人民感受到疼甲温暖。咱伫什么时阵会动七阮之心呢？深信迄是上帝将怜悯的心志放点伫咱的心里，互咱愿意用实际的行动来改变现状。耶稣动七阮之心，伊看见人的需要，所以调整家己的脚步来关切人的需要。毋管是教师、医治，也是用5饼2尾鱼饲饱众人，耶稣所行的一切，拢是要互人对欠缺中得到满足。愿咱学习耶稣的样式，搁顺服上帝带领，用行动投入咱所看见有需要的所在。默想，假使动七阮之心是上帝伫我身上的工作，接落来上帝希望我做甚物？假使动了七阮之心是上帝伫我身上的工作，接落来上帝会希望我做甚物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上帝，求你帮助我看见你所看见的，听你所听的，搁行你所行的，奉主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